即卖社会网络是真发展，不过人甲人的互动煞是愈来愈少。有的人较袂晓甲人搬烂，会饲动物来做伴；也若有的是会买人形翁仔，家当做朋友甲亲人，做伙生活，甚至是做伙出门旅行。有当时啊，社会上无理解的眼光，会互因感觉真无自在。下回7点半，咱台记台青春咱的梦，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因的生活甲因的想法。在这个讲究社交甲群体归属的时代，也是有一群人选择用家己的方式找找情感的寄托。因甲人形翁仔做伙生活、做工课，甚至出去行踏，这毋是逃避现实，是希望一种时刻的陪伴。对这个介意翁仔的人来讲，翁仔就亲像因的朋友，甚至是亲人，是会当一直互因陪伴。无论是静静啊坐伫分厝边，陪因拍电动。也是做伙露营、出去佚佗，这段关系看落哪像假，不过煞是确实存在的。你看到伊，你就感觉伊真疗愈，安尼，规个身心灵就是真爽快安尼，较有安全感安尼。其实这个娃娃就像我的朋友一样，就等于是我带我的朋友一起出来，然后大家一起玩这样子。虽然人形翁仔清在风看作是情感的寄托，不过对真侪意爱翁仔的人来讲，这段关系并不是封闭家己，或者是逃避现实。有人因为翁仔找到甲家己相处的模式，嘛有人在过程当中重新建立家乡真实社会勇气。娃娃即马你买回去啊，练习啊，练习了后，我嘛是希望你会当行出来，不要一辈子都只有玩娃娃。我介的是这个物件，互大家人知影，会当搁摕去做足侪代志，甚至帮助人，互人会当更加幸福。并不是每一段情感拢需要互证明。嘛，毋是每一种陪伴，拢需要有人理解才有价值。人形翁仔可能无法度取代真正的人际关系，不过因的存在反映出这个时代咱人对爱、对陪伴，也有希望互理解深深的愿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